诚恪遵国家法令，尽忠职守，报效国家，不枉费公帑，不滥用人员，不营私舞弊，不收受贿赂，如违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警示宣誓人。近来发生的这一些憾事，真的应该给我们台铁局一个警惕。在这个关键时刻，我觉得台铁局必须要有所改革，这样子才能够把体制调整过来，才能够挽回民众还有旅客对我们的信心。当务之急的安全的促进，是我们必须要马上就要去提升的事项。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设备、人力跟制度，我们都会做精进的一个处理。那不管是设备的安全、行车的安全，或者是施工的安全，都要摒除以往我们的有所疏漏的情形。我们员工的安全是很重要的。那非常感谢刚刚部长也有提示福利不会多，不会少。但是福利以外，我想台铁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员素质的维持。我们有不少的新进员工，我们也有很多的我们的工程包商，这个素质的提升就要靠制度，还有我们的教育训练。我想在这个范畴我会特别的努力。最重要的就是在确保同仁权益的前提之下来办理。我想，我一直跟我们的同仁我们台湾铁路工会我们每一位同仁其实我都会沟通无碍我也会倾听我们同仁的声音。那么在转型这件事上呢，一定是获得劳资的共识之下我们才往前来推进。但是也跟部长报告，部长给我们的体现，我们一定会完成，我们有决心来完成。